Hello，大家好啊！嗱，上一條片咧就講咗呢一啲咧比較基本嘅 LCM 最小公倍數應用題啦。好啦，今次呢條片咧講嘅題目咧係會比上一條片咧深少少嘅。嗱，先睇睇咧第三個嘅例子啦。嗱，求一個咧最接近600嘅數啦，而呢個數咧係同時可以俾咧14同埋30咧整除嘅。嗱，一開始我哋要做啲咩咧？係揾翻14啦同埋30嘅 LCM 最小公倍數啦。咁我用短除法咧去幫我哋去做呢一件事啦。咁大家睇睇咧，右手邊有算草嘅。咁睇2乘以7，再寫15啦。嗱，留意啦，15乘以2係30啦。咁嘅30乘7係210。嗱，210啦，好明顯啦，同600一段距離啦。咁我哋睇下咧，210嘅倍數，210乘以2咧係420，而210乘3係630。咁好明顯啦，630咧一定同600咧比較接近嘅，所以咧所需要嘅數字咧就係630啦。嗱，睇睇咧第四個例子啦，某一個數啦，當佢俾12、17同埋20除嘅時候咧，都剩翻3。嗱，即係咩啊？即係話咧個餘數係3。嗱，呢個數最細係幾多咧？嗱，先睇翻咧一個某數嘅最小值啦，就係12、17同埋30咧嘅 LCM 最小公倍數咧，再加3。好啦，跟住睇翻個算草啦。咁12、17同埋30嘅 LCM 咧，係都係2乘3乘2乘17再乘5，然之後咧記得加翻3喺後邊啦。嗱，2乘3係6啦，2乘5係10，中間係17，所以咪6乘17再乘10啦，再加3。咁即係170乘6咧係1020啦，加翻3咧，呢一個數咧最細係1023啦。多謝大家咧收睇咧我哋嘅片啦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啦。祝大家啦學業進步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